神將殺手係神將殺手。今日我哋打爆小朋友，打到小朋友，打爆大人啊！各位早晨，今日咧我哋嚟到卡寶。東哥，你喺邊度嚟㗎？佢唔肯講咩卡寶，佢放棄一個宣傳機會。阿 Jackie 咧帶我哋嚟玩陀螺。呢間鋪好熱鬧，即係聚滿晒啲陀螺高手。係呢間鋪嘅陀螺高手大概有2個，就我哋兩個。本身係話要去我英個 pop up store 嘅，跟住咧而家咧就冇得去咗玩陀螺，但係去完都會再去 pop up store。聽講排晒隊。嚇真係？係啊，我哋唔想排。要。嚇！我係 Pokemon 大師，因為入邊其實韞住咧就係噴火龍。你有啲咩武器啊我？有呢個神將160，哦同埋帝王暴擊360。 ，OK。 out 最自豪係邊隻咧？最自豪係呢個帝王暴擊360 out。你啲戰績嚟嗰啲係。呢個係因為簽唔到貼紙，我唯有係咁樣做。因 OK。為陣間我哋係會第一場獅就打獅就。真係啊？係啊。邊個講㗎？我講。你成日都自決定嘅。咗啦。哇！我就係為咗呢一刻就同 Jackie 決鬥，特登買呢個盒嘅。聽聞你呢個盒係非法改裝。呢個唔係原裝個盒嚟。喺某圖，哇！喺某寶嗰度買翻嚟，睇已經某已經爛緊啦。健康人啦，呢隻騎士堡壘啊！大陸騎士。喂，呢個三角龍仔。小鹿龍神將殺手係喎，唔係呢個呢一隻先係我自豪嘅神將殺手。神將殺手嗰間太係關東店38蚊一隻，再加埋垃圾料配料，但係打神將嘅勝率80%，其餘20%喺邊啊？其餘20%係自己跌出嚟。呢個係我第一隻陀螺，我一開始抽到嘅時候我哭咗，我以為好渣。呢個01嚟啊嘛。係啊。嗱，我哋嘅安排咁嘅，啊我哋會打呢個搶4分，呢個係一個戰鬥盤。哦，多謝你介紹呢個係盤嚟嘅。呢個係一個盤。咁咧，當你嘅陀螺喺上面轉停，即係停咗啦，係咁就對面拎1分。係如果你嘅陀螺打到呢度，哎呀，砰！打呢度，對面拎2分。 ，OK，再砰呢度咧，唔，都係2分。砰呢度都係2分。係。砰呢度咧係3分。哦，OK，3分。如果佢爆鬼咗咧，都係2分。咁跌出場外咧？如果發射失誤咧，係。 2次就輸1分。如果打到出去咧？打到出去嘅話係重賽。重賽嘅，OK。我哋係會打呢個搶4，3場3分。好，第一場係點玩啊？你想第一場點玩？喂，你知唔知我啱啱做咗啲咩？咩？我以為係拉繩。喂，呢痛啊！我年紀大，你再骨膠原玩呢啲我冇。1健康人。秦始皇。3、2、1。風車十字王。哇！喂！嘢啊喂！哇！嘢啊喂！哇！3分。啊！風車十字王。點會咁㗎？拍片第一句講嘅係咩？打到你喊。3、2、1。誒！哇！我有機喎，呢個撞到你出去，葡撻殺手。複製人9號，因為今日係3、2、1。你喺未見到我嘅時候咧，就落咗去咧係計發射失誤嘅。哦，OK，咁公正嘅你。係咪公正？如果係我，一定話你輸咗。喂，9號。哇！哇！喂，撐唔住啦！撐住！哎呀！9號。哎，3比1，我覺得我冇可能輸呢隻。3、2、1。哇！俾你 counter 喎呢個。舐。蛋撻。舐。香港蛋撻王。聽唔聽到個舐聲啊？聽到。係咁舐。喂。香港蛋撻王。香港蛋撻王。點解你好似冇停過咁樣嘅一個喺度？香港蛋撻王。呢個蛋撻嘅威力啊！唔好舐住，唔好舐住，喂！啊！ Yes！ 我覺得我冇辦法唔揀呢隻。3、2、1。條位講出。香港人。喂！回歸養父。反擊。咩啊？反擊。佢回歸咗高㗎啱啱。冇啦，耶！4比2，先贏一局。3、
2、1，呢邊啊！3、2、1，哇！又係呢隻。香港葡撻王 mix 你知唔知控制人9號？我呢隻係咩啊？咩鋼鐵世代？係鋼鐵世代嘅黐尾嗰貼紙咯。睇下我呢個老人家打唔打得贏你嘅新香港大葡撻？撻喎！佢好煩啊！嚟啊！3、2、1，香港大撻喎！哇！港大撻喎！哇！3、2、1，又係呢隻。呢隻幾隻？咩啊？風濕盡之王，最想小鹿亂撞，勁煩啲咩？3、2、1，風濕，哇！風濕佢，哇！風濕佢，哇！風濕盡之王，好煩。3、2、1，1，誒？超級柴犬，你嘅小狗狗，3、2、1，超級柴犬，喂！超級柴犬，點解㗎？喂，點解次次都俾你輸咗出嚟㗎？3、2、1，誒？大人，你個大陸我係小綠人。哇！喂！哇！喂啊！喂，贏咗！贏咗，喂，真係㗎，獅就對獅就。你咩？我好口屈咧。我今日要嚟玩嘢，我要玩 LR 族嘅獅就，我係哋兩個本體都打人。咁癲，咁我唔俾你撞到都得咯。誒你輸咗，已經輸咗。 ，3、2、1。喂，發射失誤咯，咁咪係。 OK。3、2、1。哇！個底係邊個㗎？知唔到啲？咁點計邊個贏啊？哦，喺個底。我個底唔同，係黃底。 Yes。我係藍底， Yes 藍底輸咗。果 Yeah。然係着紅底先有。紅底非常之健我康藍。底唔得，做爛咗佢啲字。你咁樣黐實啲。唔係啊，呢個封印就係解除啦。呢個OK 火龍。 OK。3、2、1。哇！我睇唔到啊！ 2-0。唔係喎，我健康喎。 2-0。 2-0咯。呢個族白痴仔，我冇可能讀識。我俾你換。3、2、1。喂，邊個跌咗落去啊？你跌咗落去啊分由4-0喎，特別賽嘅第一鋪。 4-0，估唔到我呢個正規賽輸咗，玩其他嘢贏。你唔係有殺手咩？我有神像殺手，喂係喎我，哋要嚟留言驗證一下，佢話呢只咧對神像有8成勝率， 8成勝率。剩低個2成係自己出出嚟。我哋睇下係咪真係咁樣。3、2、1，嚇！神像殺手，唔係同你講笑。我見你用啲特別技巧玩戰車流程，先攞2分可。以俾你。 3、2、1。OK。失誤啊！再嚟個。只是一個失誤。他只是一個失誤。 3、2、1，加油更真！喂，後嘅嗰個你個蛋撻出爐咗好耐真係。再見。爆咗，爆佢咩啊？冇爆。嚇死我咩？賠唔起啊我都唔知邊度揾翻俾你，落樓下買就得。3-0。 3、2、1。我唔知點解要唱法正先鋒4嘅主題曲。點解你會記得嘅？我記得我細個第一套睇嘅 TVB 劇係張寶仔咯。張寶仔已經係我戲坑嘅時候開始。嚇！我有蝦你哋蝦。戲坑 TVB。3、2、1。呢個係發射。 OK，好，2、1。哇！哎呀！夠白。4-3。啊！輸得好慘啊！
係我要幫小朋友維權。 OK 小朋友唔係淨係俾人打爆，我哋可以打爆佢。 OK 小朋友權嘅發起人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呢個同揾 Jackie 打呢個陀螺就嚟到呢度啦，俾小朋友打到喊，拜拜。多謝大 V 唔該 YT 小 S 阿妹301封 B 阿森 SDD 會旺拿先紅豆沙小姐10131。